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哎，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！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朕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李太医，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？不过就是刺了个血，写个经，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？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，哪有那么简单呀？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，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，这就够了。有心无力，那也不算是好皇帝。好了，朕得接着努力，写血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生在这歇着吧。我们是不是结拜兄弟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行了，我上。虽然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，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。好，只要心一样诚，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。咱们俩联手书写血经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焕儿，龙小弟，你看，我用血抄的，全都抄完了。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朕把自己赏给你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。我们现在是在祈雨，神灵看到这样，该觉得你不诚心了。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。老大呀，老大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在第一酒楼你不敢往墙上题字了。论到这个书法呀，
你还是得多跟朕这个小弟学一学。当然了，你是皇上，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！我不一样啊，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，又不用去卖钱，写不好没关系，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。如花落入尘世的繁华，爱已来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清晨。走。寒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深的心回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我心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玉环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龙小弟！哇！好开心！清晨望不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深的心？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。上我纯真的祝福，明月将我心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是的。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印象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
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妇之夫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焕，你……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呀，也真是的。怎么样，得了风寒了吧？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？我怎么得意忘形了？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？你抱着他，还能遮风挡雨、驱寒取暖？昨天那是误会嘛。好不容易下雨了，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？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朱哥哥，你生气了？可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让我接近康熙，顺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！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被康熙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没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，当成朋友。再说了，康熙对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让的。环妹，你对男女情事还是很懵懂，所以当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，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一定会发生变故的。小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，不然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，对不起师傅们，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！学姐姐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？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儿女情长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继续打探，那咱们每个人都必须以大局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微臣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太医也在。哦，厉贵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伤，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伤了元气，还需要好好调养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尽心尽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朕从现在起封你为丽嫔，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。臣
妾谢皇上恩典。爱妃，快起来吧。婉心啊，你温柔端庄，举止得体，你父亲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这个品位你完全当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。谢皇上恩典。